国际新闻来看，南韩的三星电子为伫印度东南部工厂的员工提出讲要加薪丁组长，初九开始发动罢工，也毋过谈判拢无结果，10日搁发起游行，有超过上百人互掠起来。劳工是表示讲，因会继续抗争。外界即马是认为讲，这罢工行动会对印度政府鼓励外资设厂的政策造成正大影响。10日，互警方掠起来的104名员工。来自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三星家电工厂，虽讲警方伫10日看完已经将大部分的人放出来，不过大力挺即个罢工的工会团体讲，除非三星提出协商的诚意，若无排除用绝食等等更较激烈的手段发动抗争。If this continues, then we have to take further serious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Samsung, like boycott of food and other things. And then, if it continues, it may lead to strike situation itself in other companies also. 南韩伫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奈的电子工厂，对9月初9开始罢工，要求三星会当加薪、调整工作时间，并且承认由印度工会中心所支持的工会。不过，这寡条件拢得不到三星公司正面的回复。因此，10日发动示威，不过活动进程无得到批准，因安尼警方动手掠人。也若当初印度三星工厂的劳工会决定罢工，上主要就是薪水甲南韩的员工相差将近20倍。உறுதி செய்வது தொழிற்சங்க பழிவாங்கல் நடவடிக்கைகளை கைவிடுவது என்பதெல்லாம் எங்களுடைய கோரிக்கை. எனவே அரசியல் தலையிட வேண்டும் என்று நாங்கள் கேட்டுக்கொள்ள விரும்புகிறோம்。这间罢工的三星家电工厂员工大约1800人，超过1000人都已经加入罢工。这间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冰箱、电视甲洗衫机，产值占三星伫印度年产值120亿美金的1/3。印度莫迪政府原本设定讲，要甲伫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产值伫6年内达到5000亿的美金，大力扫印度制造的政策，用俗价劳工条件去引外国企业来设厂。不过，这届罢工风波已经对这项政策产生负面的冲击。三星已经计划裁撤外国工厂劳力达到30%，其中就包含印度厂。公司新闻，纪元庆编译。